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哋呢個時事熱評節目。今日係香港時間1月21號，我係張明，仲有我嘅拍檔欣彤。張明你好，大家好啊！今日我哋講嘅係武打巨星梁小龍突然間離世，香港嘅武術界被呢一則消息震撼咗。今日我哋咧由呢件事開始講，探討下河南青年大規模失蹤，懷疑係涉嫌器官販運。中國而家人口崩潰，多種經濟異常，以及人民咧苦況好嚴重，以至有啲人咧唔再恐懼死亡，甚至自製武器嘅。好啊，張明。咁功夫呢部片入邊嗰位扮火雲邪神嘅梁小龍，小龍哥喺2026年1月13號突然間就離世喎。咁啱啱好咧，就係佢喺度積極咁倡議判處嗰啲人口販賣者重判嘅時候，咁令人懷疑係咪有人要封佢嘅口而落咗毒手呢？的確，事前佢咧完全冇任何健康問題嘅報告嘅，但係呢個時機咧實在係太過巧合。留言區一片懷疑聲，有人想禁一個具體嘅聲音，畢竟名人嘅影響力遠遠勝過普通市民。咁諗翻轉頭呢件事，就喺1月13號晚啦。梁小龍仲喺抖音上邊咧就發咗條好有氣勢嘅片嘅，佢着住藍色嘅西裝同埋白色嘅長褲，好堅定咁講，對啲細路賣豬仔嗰啲人啦，尤其係傷害細路嗰啲人啦，一定要判極刑，重判嘅。佢仲呼籲大家關注失蹤嗰啲細路嘅個案，仲連續發表咗20幾個影片呢，聲援寧波小樂溪事件。評論區好多人都勸佢：小龍哥，你咁樣好危險嘅，小心啲啦。點知到14號凌晨，佢就心臟病發，喺深圳一間醫院急救咗大約6、7個鐘之後咧，佢喺晏晝4點左右安詳咁離世，享年77歲。好難令人相信佢係自然死亡，否則話佢屋企人咧唔會拖足4日先至公佈佢離世。佢嘅親人而家咧好低調咁處理葬禮，暫定喺1月26號喺深圳龍崗舉行出殯儀式。咁好多人就會問啦，佢係咪得罪咗某啲既得利益者呢？嗰啲好似人口販賣集團或者係器官黑市嗰啲黑暗勢力，以致咧就俾人禁聲。甚至有人將佢同中國嗰啲好詭異嘅死亡案件咧就做比較喎，話國家安全部門有一種無色無名嘅粉末，3個鐘頭之內咧就會令人心臟衰竭。咁呢啲例子已經有唔少啦。係啊，更何況咧，佢過身之前咧身體係健健康康咁嘅。13號晚咧，佢仲同啲朋友喺深圳食羊肉鍋，傾得都好開心嘅，精神咁好。佢一世人都係練咗武當，個底都好紮實下嘅。77歲仲有練功，朋友諗翻起佢前一日仲精神充沛，點解會突然間心臟病發或者心臟衰竭呢？咁佢過世之後啦，佢嘅團隊就繼續打理佢嘅抖音賬戶噶，仲保持活躍添。由13號到17號，每一日都有新片出，但係喺17號就發咗超過30條，直到18號嗰個賬戶發出咗一封告別信，係咁寫噶：我去咗好遠好遠嘅地方拍戲，不辭而別，請諒解我，就當我去咗拍戲啦。替我好好咁過日子。睇到呢度，聽到呢度，網民都愕晒言，人都已經走咗，賬號仲繼續發文咩？係咪團隊想撈錢，定係掩飾啲咩呢？佢嘅經紀人就話係為咗保持神秘感同尊重佢最後嘅遺願，但咁樣反而令事件更加可疑。後嚟咧，佢嘅太太宋湘同首席徒弟發咗正式聲明，確認佢係心臟衰竭之後，經過6個鐘搶救，喺所有摯愛親朋喺身邊嘅時候安詳離世。但係喺中國咧，好似人口販賣同埋換新嘅零件呢啲敏感話題咧，已經引起咗唔少公憤噶啦。咁加上梁小龍一生樸實啦，後期又熱衷於為啲弱勢嘅社群，好似兒童保護啊、反人口販賣咧就發聲噶。公眾嘅悲憤同埋震撼呢，其實將呢種不滿呢就投射到社會嘅黑暗面啦。
雖然陰謀論冇乜證據啦，但係網民嘅推測反映咗佢哋對呢種不公嘅無聲吶喊。可能好多人都仲有印象，小龍哥係一位好出名嘅喺香港武打演員嚟嘅，同李小龍、成龍同狄龍並稱係70年代嘅四大天王。喺佢幾十年嘅演藝生涯裏邊，佢因為係喺電視劇《大俠霍元甲》同陳真裏邊飾演陳真，而喺全國裏邊走紅，鞏固咗佢作為一個真材實料嘅武術家嘅形象。佢後嚟就轉做生意，之後喺2004年功夫入邊扮演火雲邪神，重新攞翻全球嘅知名度。晚年嘅時候咧，就喺抖音以正能量阿爺嘅身份出名，為啲細路哥發聲嘅。咁而家梁小龍抖音上邊嗰個星源寧波小樂希嘅影片呢，已經唔見咗啦。喺進入下一節新聞之前，請大家關注下呢樣嘢，或者幫到親朋好友。隨住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成為全球人嘅健康挑戰，好多人開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灣嘅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終於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我嘅糖化血色素咧係7.9，第一次食完3個月後就降到7.1，跟住再食3個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啦。血壓方面咧我都係一樣喎，食咗三高代謝寶之後咧血壓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藥咧都減咗一半啦，我都冇同醫生講嘅。不過咧我測量咗好幾次咧都係回復到正常範圍啦。主要咧呢個三高代謝寶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狀，譬如講膽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個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腎功能本來就唔係好好嘅，本來係50，依家係52啦。好似陳先生一樣，好多關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發現呢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同獨家配方，能夠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況，或者佢就係你或者係你親朋戚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最新選擇。另外，隨住三高代謝寶改善健康嘅同時，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產品補氣18味。補氣18味能夠快速咁補充氣力，提升體能，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嘅支持。話時話啦，講開人口販運，最近好多網民都喺度討論河南嗰個青少年失蹤事件，就連學校都唔安全啦。而家係啦，咁我喺抖音同埋 X 上邊咧就揾到好多呢方面嘅報道㗎。話河南有唔少中學生失蹤，咁新年啱啱先開始啫，就已經令人非常不安啦。喺新嘅一年頭10日咁上下，河南已經有唔少個13到15歲嘅細路仔喺返學嘅途中、放學返屋企嘅途中，或者喺公共場所離奇咁失蹤，時間集中到驚人，地點分佈喺河南東部、南部同中部嘅多個縣市，雖然相隔幾十公里，但失蹤嘅細路仔年紀都好相似，完全唔係好似撞到正咁簡單。就喺1月5號嘅晚上，河北大成縣14歲嘅趙欣然喺東汪村失蹤。1月7號嘅凌晨，河南清豐縣15歲嘅羅星業喺返學嘅途中失蹤。1月8號，河南新蔡縣嘅一間學校叫做金氏清華園，裏邊一位高中1年級嘅學生姓朱嘅，喺校園裏邊突然間冇咗。仲有啊，喺1月9號嘅晚黑，河南宜賓縣第一中學9年級嘅學生杜秋澤放學之後失蹤。呢間學校離新蔡縣只有40到60公里啫。其後呢，陸續有更多人失蹤。13歲嘅駐馬店黑龍鎮王一純，14歲嘅禪城縣徐夢瑤，每日都有類似案件喺河南陸續咁出現。咁喺正常嘅情況下邊呢，政府應該即刻將呢啲事件列為優先嘅，作為重大嘅案件嚟到調查，並且向家屬同埋公眾交代。而家中國到處都係啲監控鏡頭，同埋好先進嘅數字管理系統啦。咁呢啲無處不在嘅監控鏡頭就係揾唔到失蹤嘅人。係啊，睇下新蔡縣嗰幾名離世嘅青年嘅個案，當地當局毫無作為，反而打壓輿論，封鎖真相，
甚至封鎖高速公路。網民懷疑有摘取器官嘅黑幕，只可能係國家勾結或者係保護嘅既得利益，否則嘅話點解佢會咁無恥呢？咁呢件事可以同過去嘅對中共強摘器官嘅指控作為比較嘅。國際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調查組織嘅汪志遠喺一次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呢類事件可能同中共長期攞身體零件呢種慣行有關嘅。呢種慣行已經由針對法輪功嘅修煉者擴展到整個社會，民眾推測呢啲細路仔已經成為咗備用嘅零件，令到家長就好心驚嘅。接送學生嘅時候就逼滿咗個校門，網民就評論啦：河南幾時變成咗柬埔寨呢？而家做父母嘅真係夠煩啊！舊年7月，陝西省紅十字會同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推出咗一條街頭公共服務廣告，用細路仔嘅宣傳身體零件捐贈，結果受到廣泛嘅譴責。批評者指責佢哋操控小朋友嘅情感，真係離晒譜。咁廣告嘅題目就叫做令生命繼續，畫面上邊係一名細路仔拎住佢畫咗嘅紅色嘅卡通幣，上邊就寫住啦：我想呼吸空氣嘅香味。佢本意係想去感動人哋，但係反而令到好多人覺得咧恐懼嘅。西安一名市民化名馮漢明，直接就打電話去紅十字會啦，公安熱線咁啦，同埋12345投訴嘅，但冇人理，佢就好嬲啦。點解要攞啲細路嚟到做宣傳？呢個唔係鼓勵捐贈啊，係情感勒索。仲有更加離譜嘅係，有條片喺網上邊流傳，顯示一間小學逼啲細路仔集體宣誓，係咁話嘅：加入捐贈與接受志願服務隊。嗰啲細路齊聲咁喺度朗讀：我自願加入韓美林藝術基金會同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天啊！小學生先至只係學加法減法，竟然要俾人壓力去討論呢啲咁樣嘅身體零件捐贈。有一位化名姓鄧嘅媽媽咧就講啦，佢個仔放學翻屋企就問佢媽咪：我可唔可以將我個眼俾人哋啊？個媽咪即刻就嚇到面都白晒，佢好激動咁話啦：呢個就係強行灌輸所謂嘅生死教育，唔係教人珍惜生命，只會令到啲細路驚青同埋產生混亂。有學者同律師喺呢方面就出聲啦。呢個做法咧可能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因為法例咧禁止學校安排唔適合學生年齡嘅活動。化名魯平嘅律師咧解釋話，就算細路仔自願參加，佢哋未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冇經過家長書面同意就進行，侵犯咗佢哋嘅知情同意權、肖像權同心理健康權。唔滿意嘅家長可以向教育局投訴，甚至申請行政覆核。咁你睇下其他國家，佢哋係點樣做噶啦？日本係禁止15歲以下嘅人士登記器官捐贈嘅，德國就禁止喺校園宣傳。荷蘭要求18歲以下嘅人士一定要有家長嘅同意，並且禁止學校組織捐贈嘅活動。中國嘅做法令人聯想到更加黑暗嘅可能性，令到家長對校園嘅安全非常擔心嘅。係啊，喺呢個共產主義嘅中國，怪象叢生，甚至令到有啲人毫無希望，以至於市民呢唔怕死，更加係開始自製改裝嘅武器。網上有影片顯示啦，就有個人示範用改裝切割工具可以切穿金屬障礙，仲有人呢就製造火焰噴射器，咁鐳射裝置呢亦都有出現喎。生活變得好艱難，人冇咗希望，咁有啲人就唯有揾一啲方法嚟到保護自己，嚟到改變現狀。講到生活，大家都嬲爆爆啦。中國人滿肚都係冤屈，冇地方發洩，就轉向神佛訴苦啦。就喺著名嘅佛教聖地九華山，睇到一個後生嘅瞓喺地藏王菩薩金像嘅腳趾下邊，痛哭流涕，嗰種撕心裂肺嘅哀嚎，
令人心都碎啊！喺浙江普陀山觀音像前，有個女仔跪喺台階上邊，一邊禱告一邊嗌。喺掛滿晒布幕嘅法壇底下，啲人群逼到牆邊，跪低喺地下嚎啕大哭，好似臨終咁樣。咁以前嘅生活雖然係冇乜錢啦，但係至少咧就有笑聲同埋簡單嘅快樂啦。咁而家咧幸福感就日日咁消退喎，各種怪嘅現象反而係層出不窮。以前從未聽講過嘅事咧，而家就成街都係。今日我哋就嚟睇一睇而家中國各地陸續出現嘅怪象啦。我先嚟講下第一怪啦，消費乾涸，門市大規模結業，繁華嘅街市呢冷冷清清，一間又一間鋪頭執笠，門口貼滿晒出租或者係出售嘅告示，店主苦澀咁笑，撐到6個月就算好運啦，3個月收鋪就係常態。而家人哋最大嘅希望就係身體健康、出入安全、有飯開、瞓個好覺。專家反覆喺度分析，結論好簡單啫，普通人真係冇錢啦，經濟衰退令到大家都唔捨得花錢，商戶撐唔住啊。咁第二個怪嘅現象咧，就係教育唔再可以改變命運。以前咧屋企人慳慳埋埋，送啲仔女去讀大學，希望可以改變全家嘅命運。咁而家咧，大學畢業生要面對殘酷嘅就業市場。係啊，講起嚟都成學眼淚啊！讀咗10幾年書，前途依然渺茫，所以啲後生嘅變得隨遇而安啦。唔係佢哋唔想搏，即係衝唔破呢個無形嘅天花板。既然係咁樣啦，點解唔降低啲期望，減少內心嘅掙扎呢？咁諗落都係啦，啲父母咁辛辛苦苦供啲仔女讀書，結果咧仔女最後要變成送外賣，咁當然會好心痛啦。再嚟講下第三個奇怪現象，人哋病咗就驚話去醫院。以前去醫院咧代表可以睇好，而家咧醫院唔係先醫病嘅，佢哋係先做一大堆檢查，就算係普通感冒或者係牙痛，都要做電腦掃描、驗血、心電圖，幾千蚊就咁冇晒啦。咁仲有更加得人驚嘅咧，就係好多人入咗醫院咧，就再都出唔到嚟啦。檢查同埋治療之後，家人突然間被通知嗰個病人已經係老死啦，跟住咧個器官就被攞咗去救其他人。咁中國而家有句講法啦，話小病咧就硬頂啦，大病就只能夠聽天由命啦。講出嚟真係可怕。人哋驚醫院變咗屠宰場，寧願喺屋企捱落去。呢種現象真係好令人擔憂嘅，尤其係同器官移植合法化掛鈎，令到醫院有咗商業化嘅感覺。第四個奇怪嘅現象咧，就係冇人再想買樓，啲地產商咧嗌到喉嚨都沙晒啦，不斷咁減價嚟到吸引買家，但係咧冇人去買喎。嗰啲樓以前係財富同身份嘅象徵啊，咁而家就變成咗沉重嘅負擔。係啊，以前要湊足晒首期，仲要掏空晒6個家庭成員嘅荷包，跟住仲要俾月供。而家失業潮嚟緊，供樓違約就會被收樓啦，仲要面對個人破產，樓價日日咁跌，仲邊個有夠膽去買啊？咁所以就而家啲人都中意去租樓啦，更加自由啊嘛，唔使做按揭奴隸。咁呢個轉變嚟得好快喎，以前人人爭住買樓嘅，而家人人呢唯恐避之不及啦。咁第二個怪現象咧，就係人咧唔想結婚。以前結婚生仔係人生嘅必經之路，但係喺2024年頭9個月，全國淨係有4747000對新人登記，係40年以嚟嘅最低紀錄。咁所以話中國而家已經進入咗單身時代，啲後生呢一計條數就明噶啦，結婚要樓啦，要車同埋嫁妝，結咗婚之後仲要養4個老人家，開支就加倍嘅。咁養啲細路就更加貴啦，教育、醫療、日常開支，樣樣都要錢，所以佢哋就此卻步，寧願享受單身嘅自由。咁第6個怪象咧就係唔想生細路。以前老人家都話，人生就係圍住啲細路仔轉，意思係咧後代可以保障生活。但係而家咧經濟差咗，成本高，
讓細路仔就挖空晒成家人嘅積蓄，尤其係自從身體零件合法化、器官明碼標價之後咧，啲細路仔成為目標。咁而家全國每日都有好多離奇死亡同埋失蹤嘅案件嘅，有啲仲係當街俾人推入部救護車，咁啲人就驚自己嘅仔女會就咁消失啦，就乾脆索性唔生啦。根據國家統計局，2025年只係錄得792萬宗出生嘅啫，出生率只係得5.63%，係呢一個中共政權上台以嚟最低嘅，仲低過大饑荒嗰陣，即係話每一位女性平均可能淨係得0.9個仔女嘅啫。係啊，出生 BB 比2024年少咗162萬，跌咗17%。人口學家易富賢指出，呢個數字相當於乾隆時期總人口大約1億5千萬嘅1738年嘅水平。不過今日聲稱有14億人口，但出生人數咧只有792萬，點解？同一年有1131萬人死亡，令到自然人口增長率為負嘅2.41%。咁官方嘅數據造假就大家都知㗎啦。咁亦都顯示中共喺呢個避孕方面，比避孕藥就更加有效啦。喺佢嘅統治之下咧，人都唔敢生喎，生唔起。咁呢場危機就日漸咁加深啦。隨住人口老化加速，人口紅利已經變成咗人口負債。咁要變翻係自然正常嘅增長數據就極度困難嘅。但又出現咗新嘅疑問喎，中國真係有14億人咩？喺疫情期間死咗幾多人？2018年俄羅斯根據可耕種土地生產糧食嘅能力估計係8億人。日本喺2019年根據食鹽量估計係8億人。喺呢3年疫情期間，究竟有幾多人離開？到而家都未有人知道嘅。舊年嘅3月8號，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嘅人士就爆料啦，話疫情前中國嘅人口咧就有7億5千萬，到咗2023年1月份已經跌到最多係3億2千萬，即係話超過4億人冇咗。咁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參考我哋之前嘅另外一個節目咧，係關於中國真實人口數據嘅。另外呢，中國男性嘅生育能力正喺度下跌，即使有細路仔出世，家庭往往地都養唔起。佢指出，就3大人口挑戰，邊3大挑戰呢？唔願意生育、冇辦法生育同埋養唔起。中共政府而家只係喺養唔起方面作微調，對其他2方面呢，真係毫無改善能力。由2029年到2035年，中國所有人口嘅指標喺年齡方面都會超過美國，因為咁啦，中國嘅經濟咧就唔可能超過美國噶。佢就強調啦，中國嘅老化速度超過預期，加上人口已經開始縮減，咁隨之有關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同埋前景咧都會被重新改寫。係啊，呢啲真相被隱瞞住。中國人必須要明白，不過呢，突破防火牆呢嘅人呢唔夠0.5%。喺伊朗事件之後呢，內地嘅網絡審查更加收緊，令到好多 VPN 虛擬私人網絡都用唔到。咁即係話1000個人裏邊呢，只係有5個人呢可以係睇到外邊嘅消息噶。咁希望中國好快有新嘅改善啦，大家可以睇到更多嘅真實嘅資訊。好啊。好多謝今日欣彤同我一齊講呢個話題。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啦，大家想聽邊一方面嘅話題，請你哋留言講俾我哋知啊！亦歡迎你哋分享你哋嘅觀點。如果未訂閱我哋嘅頻道，記得訂閱，俾個 like 同埋轉發我哋嘅節目啦。下次見啦，拜拜。多謝各位收聽收睇時事熱評節目，下次見啦，拜拜。